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国产猪肉嘛起真多哦。去年的11月，毛猪每公斤平均的价销也唔免70块，想要到元旦开放内地进口，过一个新历的过年了后，到1月12，每公斤是标价将近76块，这个起价幅度超过10%。也毋过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这个起价拢起伫个合理的范围内。民众党嘛来开记者会，质疑政府。猪肉仪表板所标示的真无清楚，嘛来质疑政府根本就无配套，就调急来进口内地，才会致使猪肉来起价。进口来猪，全民皆输。出版野权，民众党立委柯成远、高虹安含蔡票如三个人召开记者会，本来讲进口内地是有利国际贸易谈判条件，不过美国驻联合国克拉福特大使取消来台湾，和外交部含总统感觉真可笑。现在目前台北兵 ETA 的部分是时间不够，争端未解，短期间应该这个机会不大，甚至说国务院的这个访问在今天也都是取消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部分目前我们是已经全部都开放，但是没有得到一个这个正面的回应。美政府无做好配套，就急要进口内地，嘛讲到市场顶的毛猪价销已经开始起价。根据中央畜产会资料，最近一礼拜毛猪价销上贵时间点伫咧1月7号，每公斤77块3，上价价销嘛冲到74。对比去年过年前，毛猪价销起超过10%。对市场价销波动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是因为要过年啊，量变多。价销压悬是正常的。过年要到啊，所以要做盐钱、做腊肉等这一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，那所带动的这个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需求，这样的价格波动在过去都是在合理的范围。搁一摆讲，内地进口对台湾有好处，无败害。不过对民众上要紧的价销问题，拢讲无啥清楚。即马要过年啊，内地的争议当时收煞，无人知影。